我们接续了上个主日曾经谈到一个重要的题目，叫做全备的门徒建造。全备的门徒建造，它不只是在讲说我们像耶稣基督的身体那一个完整一个有力量、有效率，而且我们每一个关节都运用自如的一个身体。他讲这个身体不只是让你秀出你的肌肉、你的健壮，好像你是一个全能的运动型选手。他目的是说，每一个肢体的功用要发挥出来。那这个功用发挥出来，这个基督的身体要做什么呢？它就是要发挥传福音的效果。因为你这个健康的身体，有力气的，你不生产，你不得到任何的产业，那你光练一个身体有什么用？就好像一个选手，他天天上操场跑5000的，跑10000的。一个举重选手在健身房操练的肌肉6块肌明显清楚，但是说要不要比赛，从来不上场比赛，也不去做你练身体的目的是为了干嘛？就纯粹只为了练身体。所以保罗呢，很清楚地提醒我们，今日我们的教会领受了这个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回应说，保罗要我们这么做，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把它实施出来？上一个礼拜我们就提到，我目前整个台湾的环境，教会所处的环境，有某一些比较属于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要去抓住台湾的教会环境，然后看看保罗，看看主耶稣怎么告诉我们。第一个，台湾是处在一个外面的环境，是异邦的文化的环境，是他宗教的环境。那这个是我们跟初代教会很类似的地方。那既然是如此，有那么多的灵魂还没被拯救，所以耶稣的教导就让我们我们不能懈怠，也不能说已经满足了。因为主耶稣说你要去普天下传福音那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还落在我们现在的教会的身上，所以我们目的是要赢得灵魂，要扩张上帝国的境界。所以保罗说，你各肢体要发挥功用，那个功用不是比刀比枪用的，也不是在舞台上秀，是因为你要实质上去得到，靠着你训练，你去得到更多的灵魂。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说，不是大家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教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的一个影响，我们教会内部所产生的一种氛围，好像我们今天教会的思考的逻辑已经变成内部化了。我们把它说很像怎么样呢？很像教区化。教区就像欧洲的一个国家的教会，他们一区一区都弄好了，教堂在那边，有牧师在那边照顾，这一群人就是属于这个教区的，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啦。牧师只负责照顾他们生老病死。那台湾好像也学到这一点了，所以牧师被要求，你的优先工作就是要牧养，要看顾这个教会，或者说只负责看顾我们这一群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外面的事情，牧师没有意愿，或是牧师没有动力，那我们的信徒也觉得安然无事了，好像大家正常做礼拜就好。甚至有的教会，牧师被聘请，长老执事只跟他讲说，你好好照顾我们的羊群，那就一个好优秀的牧者了，连聘请的条件都这么讲。那慢慢这个教会就变成内部化了，因为基督徒只需要牧养，不必传福音，好像这个两个事情是被区隔开的，被切断的。因为教会内部都是基督徒，我们也彼此相濡以沫，大家彼此鼓励，彼此安慰，说好了，我们已经在主里面，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享受神的恩典祝福，将来有一天要上天堂，那就一切完了，一切 OK 了。好像我们把耶稣的大使命到最后稍微有一点疏忽掉了。但其实你如果很严肃的问说，
基督徒不传福音吗？他当然会说，当然有啊，有传啊，不能侮辱我。我要传福音啊，没有忘记啊。但是问题是在于，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心智，被某一些外在的环境所捆绑，到最后慢慢大家觉得，不传福音，反正我没传，他也没传，大家彼此啦，没有什么好挑剔的，那变成习惯了。所以有人整理了教会不传福音，大概有这些情况。第一个，有传，但是没有什么果效。有传哦，但是他不来就是不来，老是放我的鸽子，我去传，受到挫折了，跟人家讲福音，他想说，某某人啊，你要做朋友，你就不会跟我讲耶稣，我可以跟你好好的聊天喝咖啡，喝下午茶一起吃饭，但是千万不要跟我讲福音，连你最好的朋友都拒绝你，你会怎么样？受了挫折，你传福音的动力就失去了。谁那么厉害，老是一个脸的笑容，去找一个冷冰冰还排斥你，还说你在讲耶稣，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哪有人那么厉害，可以一直做这种事情呢？所以到最后慢慢，心智萎缩了。也许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不是我不传呢，好朋友都这样子讲，我出去都没朋友，都没面子啦。对不起啦。”也许是这种心态。那这样的话，这个没动力，那个被拒绝，那个不好传。所以呢，渐渐教会这个传福音的文化就失落了，因为大家都一样嘛，你也这样，我也这样，也没有什么好笑的，所以大家就慢慢内部化了，聚会精致化了，大家都彼此认识的朋友，彼此认识的基督徒，大家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大家已经慢慢习惯这个氛围了，又加上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突破的传福音的方式。所以大家反正都习惯了，因为牧师也没要求，那我们弟兄姐妹大家也习惯了，也没有别的教会，别的教会也差不多啊。所以慢慢我们就发现，传福音是不是没有了？是零零星星的，有的是透过我们好朋友，他有需要，我们带他来。尤其我们富强教会，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扩展。有小组的事工，有很多弟兄姐妹是透过小组，因为你的关心，你的传福音，慢慢他愿意接受主，所以是有成果的。不过，因为这个成果它不是普遍性的，不是扁平化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动机，每一个人有这个意识，或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神所领受的使命，所以变成说，我们教会某某人他很会传福音就交给你了哈。我不负责这个，你帮忙传福音，我不用。很像早期一样，我们的150年前宣教都是这些精英马雅各医师啦马街牧师啦巴克里啦甘维林啦李修啦，他们都是带着身怀绝技来的他们负责来带领福音跟拯救灵魂，我们只负责跟班，我们不用做这些，所有的情况都变成一个文化教会大家都变成这个样子。不过我们之前也在从保罗所提到的我们教会是处在一个异教的文化环境，还有没有信主的人那么多，90%多。这些人到底跟你什么关系？你对他们有什么使命、有什么责任吗？我们不能回到当时的欧洲的教会，是全国都是基督徒的，没有。我们还在初代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又回到初代教会的模式。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使徒行传第5章42节，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呢？他们仍然天天在圣殿，注意是天天在圣殿和个人的家里，时间是天天，地点是教堂或是在个人家里，
而且是不停地教导人传扬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因为得到了信仰，得到了那个得救的一个喜乐跟盼望，所以迫不及待的要传给别人，要传给别人。因为他们的周围不是不信上帝耶，他们都是犹太教徒啊。当他们觉得啊，这个福音才是真正主告诉我们上帝国的福音，所以呢，我得到了，我要迫不及待的天天在场地、在圣殿跟家里，而且不停的教导人要传福音。再来，也是使徒行传2章47节，这个初代教会他们的典范是什么？他们说颂赞上帝，跟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主天天把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天天人人。现在基督徒他们怎么传福音呢？他们不是天天从早上一直用口讲到晚上，他们是把整个生命的改变、品格的改变、对耶稣认识的改变，完全在他生活当中呈现了出来。所以天天教导人传福音，不是用嘴讲，是整个生命在跟他所接触的，可能是亲朋好友，他们都被得救。这个得救，请记得，他没有讲说天天把人数加给他们而已，而是讲得救的人数。换句话说，门徒他们所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所做的，不是一件简单的招募人员的工作，他们在拯救灵魂，他们抢救每一个从罪恶跟黑暗里面的灵魂，不是个简单的人头，不是简单的一个数字。所以我们从这里领受到这个关键点，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个是天天在圣殿和个人的家里，第二个是不停的教导人传福音，第三个是基督徒人人保持和睦的关系。这一点是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团体大家充满了和气，充满了爱，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平安，充满了没有什么忧愁。你看他们为什么会把财产卖掉呢？因为他们觉得得到福音比任何一切都更重要。所以呢，这段经文在讲到当时的基督徒用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所言所行，把福音传出去了。因为他们相爱，很多人愿意说，像你们这个团体，我乐意加入。请记得，得救的灵魂，不是增长的数字而已，不是一个号码，是因为每一条灵魂都代表一条生命，一条神所赐福的。你们再看看你刚刚读的哥林多前书9章22到23节，看看他们不只是天天热心在各个地方不停的，而且他们还讲究方法，对不对？我们想说啊，他们基督徒传福音很厉害啊，因为看到耶稣拯救他们，保罗那么厉害，所以他们也会传。没有耶，他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传福音。所以呢，福音是要有方法的，福音是要有策略的，福音是要有技巧的，福音是要有先后顺序的，这样传才有效。所以呢，保罗这样说，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争取他们。所以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总要救一些人。请看，保罗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我传福音不是因为我高高在上，我比你好，你不信不行。或者说我知道的比你多，我讲给你听你就懂，没有。保罗不是一下子就讲耶稣是谁，上帝是谁，他是要体贴这个信心软弱的人，用他的方式去认识耶稣，用他能理解的方式去认识神。他说我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坦白说，就是屈就自己了，是委屈自己，是看清自己，一切以我所传的对象为优先所考虑，就是另类的思考，以对方为思考。目的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要去得到，就是救一些人。你知道，他说是用救的，不是一个人来那么简单的数字，是用救啊。请问为什么在
宜兰的海边，有个年轻人为了救一个小孩，他自己牺牲了生命。为什么？是要救嘛，因为不下去，那个小孩就没了。没想到他自己牺牲了生命，连他女朋友都伤心，也自己去自杀了。因为救是迫不及待的，救是没有思考说要不要救，要不要救，是马上的行动。那我们救的是灵魂，是一生改变的。所以哥林多前书9章22到3节怎么说呢？初代教会的基督徒要分享福音的好处，不是让你多一个人头了解我们这个团体有多少人，或是让你得到一个知识，或是得到什么礼物，没有，他是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目的是要为跟别人来分享福音的好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没有其他的第二个结论，就是传福音是教会唯一永恒的使命。唯一，没有人说福音不要，我们教会还存在，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看这么多经文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马太福音28章19节，这个大使命怎么说？你们要去就是行动，使万国万民，是不分彼此的，每一个人都包含在内，做主的门徒，而且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最重要最终极的使命。然后我们看看其他的经文怎么来解释这段经文。耶稣在马可福音对门徒们说，你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向全人类传福音。这个跟大使命是同样的经文，只是说它比较简短，它比较一个精简。保罗在跟他的学生提摩太讲一段话，是要勉励他。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也许遇到挫折了，也许遇到一些困难了，就像我们平常碰到的一样。也许他在异文化的环境，在异邦，他的生活、他的交通、他的饮食都要遇到挑战，所以保罗就跟他讲说，要传福音。你看到什么地方，身体再怎么不舒服、不适应，生活再怎么不适应，还是要传福音。他说，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不是好了心情好了才做，而是理想不理想我们传统的圣经叫得时不得时都要传。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徒你领受了就是这个使命，只是你这个心志不能被消灭。罗马书1章16节，保罗这样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换句话说，传福音会遇到阻力没错，但是你要先建立这种自信心，建立这种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我即使被拒绝，甚至像保罗曾经遇到很多的挑战、苦难，甚至要牺牲人命的，但是他因为我以福音为荣，所以因为这一种态度，所以他就不会被一切的世俗的软弱、捆绑、挫折所打败，因为他说这个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请记得，不是你技巧多好，你的口才多好，你的能力多好，是因为这个福音带给对方的是神的大能，要改变他的生命，要让他改变，平安跟喜乐要给他，灵魂的得救要在他身上产生一切以前从没有碰到过的改变。他说要拯救，拯救就是一件灵魂的事，一个生命的事。所以保罗他有一个结论，他说我没有理由为着传福音而夸口，这个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没有好拼碰的，没有。他说我不过是奉命去传福音。基督徒是奉了命，是没有借口的，除非你要抗命，除非你说我不想做基督徒了，做基督徒好累哦，好辛苦哦，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除非你否定了你是基督徒，要不然
他说我是奉命去传的，因为他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个有祸不是讲那一种好像被处罚啊，被打几十大板，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说我领受了那么多的恩典，我领受那么清楚耶稣给我的使命啊，我不传，我不做，那不是我自己否定自己吗？这个有祸的意思是说我根本我的人格分裂了，根本就产生了一种冲突了，外在的跟内在的差都不一样了。所以有祸是自我的责备，我不传福音，我就是根本不是基督徒了，对自己的一种责备的意思。所以我们看了那么多的经文，一再强调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传福音。马丁路德曾经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一个庞大的势力把他抓到一个地方要审问他，说你讲的不对，你讲的不好，你讲的不错，你为什么要违抗教会的命令？那个时候马丁路德拿了一本圣经，对着前面那些高官讲说，请你用圣经告诉我，我哪里错了，要不然我不改变我的立场。因为马丁路德知道他所信的是从圣经原本给他的。那天主教会当时很多乌黑污暗的地方，有很多腐败的地方，他指责出来了，那些当政者受不了。但是那个马丁路德说，除了圣经以外，你用圣经告诉我错，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改变立场。我们用这样的精神来讲，耶稣叫我们传福音，圣经叫我们传福音，请问有谁能够说圣经没这么讲？如果没有这么讲，那我们就可以改变圣经了。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个标导，这个命令，只是说我们怎么做？为什么我们不做？我们做得来吗？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有传福音吗？你绝对会义正辞严的说，谁说我没有？对，大家都知道要传福音，大家也有传过福音，但是普遍的情况怎么样？也许我们都有这样的回答：我当然有传啊，但是好像没有果效。我知道要传啊，但是传到最后手脚无力了。当然要传啊，不过这个是精英，那些训练有素的，口才好，会布道，或是有医生，他是有医疗专业的，所以可以去做医疗布道。他们是这一群强将或是精兵来做，我没有这个分量，我不用做。可能就是大家彼此这种氛围啦。但请记得，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想法，以致影响了整个教会。整个台湾的教会普遍都是这样的现象。所以呢，慢慢，教会慢慢把福音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或是做了没有效，我们也不想再做了。就好像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卖这个东西老是卖不出去，你还想会把那个东西摆在最前面吗？收起来啦，藏在里面。可能偶尔一个人说：“你们有没有卖那个产品？”你再从仓库里面，或是从那个柜子里面拿出来给他。或是你在开工厂，你的公司在研发一种东西，你研发出来了但没有人买，没有人要，你当然就收掉了。慢慢，我们看见整个教会普遍的现象大概是这样子。那个不是我说的哦，是整个教会在调查的时候这个现象产生。第一个，只能维持例行性的事工。例行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节目每一个礼拜都一样，按部就班来进行。那参加人就是那一些人，大家老面孔了，那不做又不好做了又觉得没什么味道就一天一个人常年不变。第二个，因为这种常年不变的节目，慢慢会形成一种内聚跟防卫型的形态做思考。因为我们不用去外面邀朋友，
邀别人，是慢慢会形成一种内部的一种挣扎冲突，因为你会想说啊，这个人他做诗会做得好不好？这个人带诗歌带得好不好？这个圣歌队唱得好不好？这个人来做几次礼拜，那我做几次？就是在计较那些枝微末节的事情，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啊，所以变成挑剔来挑剔去。每一次要到选举的时候，想说到底谁要当，那轮流好像排坐这样子。因为这个情况不是我们要它发生的，而是因为这个传福音的话被阻断了，我们不得不往内部发展，所以我们叫做防卫型的思考。那这样防卫型的教会到最后会怎么样？大家一定彼此看不顺眼，因为你做的比我做的不好，我就讨厌你。这个人他没做什么事情，哇，都要抢第一，你也会争论，甚至连坐什么位置都会争论，说这个位置原来是我做的。所以这个叫做内部纷争层出不穷，因为大家往内思考。也因此，中央型的聚会形式，大家只要来做礼拜热闹，因为其他聚会多一次少一次也没什么差别呀。所以小组，所以团契，大家都没有什么意愿，因为老是那一些，那个聚会老是一样，那这个根本不是初代教会的模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理解说，如果从主耶稣、从保罗的教导，我们要突破教会传福音的现况，要恢复这个传福音的任务。所以我们要努力来做这些事情。第一个就是建立以布道为导向的教会。你要改变前面教会的文化，必须要先用传福音做导向。第二个，你要用传福音的那个思考来设计你整个教会事工跟架构。就好像你是要开店的，你的建造你的房子一定是接近大马路，对不对？接近第一排，而且门是大开的，人很方便进去你的店里面买东西。但是你如果想要盖一间可以安稳居住的房子，是要住家的，甚至有一些别墅，它要绕了好多的路，还要经过一层树林，什么花园，它进入到你的家，因为你不想跟外界有什么干扰接触。在你家里是个温馨的、有树荫的、有花朵的、有庭院的啊，一家和乐在那边居住。你为了要盖住家，你要这种设计；你为了盖商店，你要这种设计。你在大都市里面，你希望盖一栋摩天大楼，能够做很好的生意。所以呢，一旦是为了传福音，你会把你整个教会的架构的设计就不一样，因为你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为了要传福音的，不是要来享受教会的服务的。那再来，我们因为这样，你为了要布道，所以我们的门徒训练、我们的小组事工、我们的各样的活动，就是以思考要怎么样传福音、训练每一个弟兄姐妹传福音为主轴。也因为如此，我们在9月2号就开始推动了幸福小组这个布道的平台。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从今年听到牧师讲幸福小组，你可能觉得有一点厌烦，说牧师你没有事情可以讲吗？怎么老是讲幸福小组？那其实请各位能够体谅，因为幸福小组不是一个节目，不是以为牧师有什么锦囊妙计，幸福小组是一个迎接主耶稣大使命的活动。所以呢，我们一起要学习幸福小组，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果效，而且方式很适合，因为大家研究了好多方法。以前在40-50年前，我们曾经请了格里汉牧师来布道大会，大家都跑到台北的体育场，下雨，那几天都下雨，大家拼命，全台湾的基督徒都动员了，很多人受感动。但是这个大布道会一结束，那些得感动的那些慕道友，没有人栽培，到最后都消失掉了。很多的布道方式大家都试过，所以慢慢去累积错误的经验，累积困难，慢慢找到说，
幸福小组是一个最轻省、最有效，而且最立即得到灵魂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参与的人里面，不再是内部内聚化的那一群人，而是大家为了要传福音，完全摆开自己，完全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那个矜持，就是为了让慕道友认识福音，认识耶稣。所以这个幸福小组，它的重点不是说这个名称好像很俗气，好像很廉价，感觉上一文不值，不是这个意思。请记得，幸福这2个字，是为了让这些不信耶稣的人知道的，不是为了让你知道。所以，你如果对幸福小组有误解，那牧师要请你原谅，因为牧师觉得我的使命，我来到富强教会，我的责任就是要把传福音的使命，从神领受的，邀请大家一起来做。2年前，我们的长职代表去高雄邀请我们2位，是不是蔡牧师离开，能够回来这边一起同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2个已经在规划，是不是要准备退休了？准备至少到第2线，到乡下乡村那个风景优美、很悠闲、可以养老的地方。但是因为我们这些长老，他们的热诚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教会礼拜堂刚盖好，我们教会已经在推动小组了。我们教会为了要完成主耶稣的使命，邀请牧师，因为我们大家以前都认识了，我们是一起能够比较顺利上手，大家一起来兴旺福音，一起来为神的国度来征战。我们当时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来，所以我们想说，如果我们要用养老的心态，或是来当我们的工作职业牧一间教会安安稳稳退休，其实我们就不用再劳动来到这里了。因为刚好在3年多前，我们有机会接触了杨习之牧师，他们在高雄的福气教会。他们从1999年9个人开始开拓教会，他们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什么样的策略他就是学习。到台北的真道教会，到台北的新道行道会，到台北的新生命小组教会，一再学习，学来试不好再重来，到韩国学习，到新加坡学习。然后他们慢慢凝聚到说，在台湾这块土地，在台湾这个社会，什么样的方式最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他们最后找到了幸福小组，不是这个名称，请记得是这个策略，是一个团体行动、一起同心做的策略。一个像保罗所说的：“我像信心软弱的人，就做信心软弱的人；我像什么样的人，我就什么样的人。”是一切以对方为思考的一个传福音策略，而且是一群体大家同心合作，然后神动工，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呢，当时我们接受了我们长老的邀请，我们说，如果我能够来回到我们富强教会，把整个福音的传福音的这个使命跟大家同心合意，愿意以传福音为导向的教会，这样我们来到这边才尽到我们的责任。感谢主，我们在今年提起的时候，虽然大家还不很熟悉，不过就有2组说我们来试验看看。试验到觉得有一点滋味了啊。我们第2期现在有11组，准备下个礼拜要邀请所有的贝斯的进场。请记得，不是这一群人有代志有没代志要做找代志做，不是没事找事干了，他们忙得不得了，但他们受到呼召说，我们除了在领受神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美好喜乐平安以外，我们有这个任务，我们这个使命，我们这个呼召要传福音给别人，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信念。所以呢，我们在下个礼拜开始
贝斯的要进场，因为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工作。早上谢牧师告诉我说，我们这群组长，有些人开始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个征战跟攻击，那不是做一件小事情。早上我还听到我们一位同工告诉我讲说，牧师，我准备要去参加研习会，明天要出发了，今天开始发烧，喉咙痛，爬不起来。然后他把这个研习的机会交给我们另外一个姐妹，她说那天晚上她就好了。你看这个攻击是多么厉害，因为我们是要从魔鬼的身上抢救灵魂的，是救一条命。难怪魔鬼会不喜欢呢。所以我们不只是这一群第一线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加倍的为他们祷告，我们个人还是要为他们的属灵征战祷告。因为这些背死的不是靠他们的口才，不是他们煮一餐好吃的一个好的玩乐就会信主啦，他们只是当神的一个器皿，是为了让神发挥他的大能，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得救。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专业布道的机构，就是用这个幸福小组一个整个操练。你知道吗？他们不是时间到了才开这个幸福小组，从9月、从8月底，他们就开始筹备了。你知道吗？他们每个礼拜已经开始在运作，怎么样操练，怎么讲更好的福音讲述，怎么样破冰，怎么样来讲见证，他们都已经一次再一次，不是随随便便，要一个训练的机制。今天下午等一下，匆匆吃饱饭就要赶过去台湾的夫妻教会，要接过从下午到晚上整体的训练，不是那么简单，因为福音要专业，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是为了要建立人人布道的教会文化，因为我们这样才有福音的一个榜样可以学习。所以我们在第一期3月到6月有2个小组，我们现在第2期有11个小组。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还不了解什么叫做幸福小组，但是我要邀请大家，先不要排斥它，先不要否定它。你先问神说：神啊，你是不是要叫我传福音？如果答案是正确的，就先不要否定它，因为这是我们试好多方法当中觉得可行的、有果效的、有灵魂借着我们这8周的小组的事工，他们愿意接受主，这个不是非常棒的一个成就吗？我们期待大家为他们祷告。当你还不了解的时候，也许下个礼拜牧师会讲得更清楚，什么叫做幸福小组，幸福小组在做什么，那为什么能够得救拯救灵魂？而且请记得，不是这8周把人引进教会就好，它整个幸福小组是一个门训的课程。这些新朋友带进来，还有一套非常有效的训练的方法，让他们不只是经历神得救的确信，而且马上愿意传福音给别人。感谢主，我们一起学习，不是我们富强教会一头热。我跟谢牧师好像来到富强教会，就光天天讲这个。这一次在研习的时候，台湾的长老教会有100-200间教会，大家这些牧师拼命抢着去参加，有的从别的地方来，还要在高雄住旅馆住了3晚。我一看，台下参加研习的，有的是神学院的院长，有的是博士，有的是新约的学者，有的是大教会的牧师，他们都把这个脸拉下来，不用这种虚荣的位置，是大家都同时要学习传福音。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在这边很诚恳的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什么叫幸福小组。因为如果要发挥人人传福音，就是每一个人用你最好的方式来传扬主耶稣。幸福小组是不是最好的？但是目前来讲是一个很有果效的，期待我们一起加入。